好来，继续要来讲，全台湾有将近600万人有这个大眼症，讲每3个人都有一个人带着这种的症头，而且大眼症的患者年龄层一直在下降，甚至有10岁囡仔就来得到大眼症。医生讲，除了使用3C 产品的时间伤长之外，有袂少来整目镜膜的女性，这个目镜膜拢穿了无彻底，这嘛拢真会去得到大眼症。 目镜膜讲愈高愈好，有人整目镜膜整甲出问题，变成大眼症。种假睫毛就是在那个睫毛线附近种嘛，对不对？种了假睫毛，它不敢用力的清洗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会有一些那个分泌物放在那边，就会造成发炎嘛。睑板腺发炎之后，它那个功能就会变差，阻塞就会变多啊。 目镜膜若清不清气，就确实有大眼症。这嘛，护眼科医师发现讲，台湾大眼症患者毋是干那老年人尔，年岁一直下降，但每3个人都有1个人有大眼症。当年有10%在成长，除了爱水的女性，也有爱耍电动的囡仔，甚至10岁囡仔嘛有。当你若发现目睭会打涩、会痒、会痛，敢若有点点，也是分泌不增加，暗时看物件看不清楚，都爱洗耳炎。是平常中一般正常，我们1分钟眨眼可能是大概15下左右。就是根据统计来说，其实在用电脑中的人，他的反射的眨眼大概是降到6下。所以像这样的眨眼次数减少，其实会造成一些干眼症。 唔通一直看电脑，甲看手机啊，目睭爱小捏一下。你若唔甘捏目睭，你可能就要去病院医目睭。